台南府城推出全新的文化观光旅游品牌，探访台南旅游特有种斜杠职人，带领游客伫行游台南观光景点的同时，也会当透过体验台南的传统技艺，感受文化古都的风貌。斜杠职人的旅游跟体验旅游是完全不一样哦。斜杠是从你不会，然后教你怎么做。那做到会做到会分享。这次活动挑选出10位职人，量身打造10场精彩的旅程，有蚵仔、手工棉花制作、文字修复、竹笋、木雕、陶艺、稻米、咖啡等等，将带领游客就山落海。每一场游程拢包含品尝在地美食，同时串联周边观光景点，唔但文化价值悬，价钱也非常实惠。斜杠职人旅游啊，这是深度的旅游，不是吃后不理，也不是玩后不理，是吃了以后还觉得说真的想学一些东西。刚刚那个价格我看了之后，哇，那也太俗了。1000多块钱。活动将伫12月开始举办，每一场名额限量20名，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另外，为着促进国际观光，台南市观光旅游局特别邀请到新加坡影音创作者担任这次的观光宣传大赛，将文化观光深度旅游新品牌走向国际。台南市苗小怀采访报道。